后来乡亲啊，最近伫网络传出中国一个消息，讲患着武汉肺炎的人经过检验，拢无啉茶的习惯。佮讲啉茶针对着武汉肺炎有超神奇的效果，会当减少95%的发病率。不过专家出面来反驳，讲这毋是真的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花日啉茶，外国人嘛泡茶文化，一杯茶啉落去腹肚底会使去油解胃。即马伫网络顶面刷出现一张广告，顶面写讲经过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源，也就是患者的检测，结果拢无啉茶习惯。有良好啉茶习惯的人，拢无人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。佮讲经过科学的实验，治疗武汉肺炎啉茶使减少95%的发病率。 这好的效果，和网络的网友呢一直传来传去。台湾有饭店写红茶抗病毒，高附红茶抗武汉病毒的论文，和消费者去看。说你喝了什么茶能够抗这个新冠病毒，应该是还没有很正确、很扎实的科学的证据。 其实，台湾伫2005年有类似研究，讲茶红素会使抑制 SARS 的冠状病毒的蛋白酶，推论红茶也是臭扑茶有效。不过研究敢若伫初步的阶段，并无做动物也是人体的研究。后来 SARS 也不见了嘛，那不见的话，他们就没有说去看看对整个 SARS 的病毒有没有效果。 武汉肺炎爆发了后，人人自危，假各国官方单位的广告嘛真多。乡亲啊，看到类似广告时，上好去关说官网查询。看公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去看这个公文的精细或粗糙的程度。基本上的公文哦，其实都会有主流媒体来报道，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来看主流媒体有没有这样子的报道。 网络顶面有真侪消息，用淡薄仔时间去找一个假查证，才袂好这假消息牵咧行，伫不实的偏袒方面浪费心灵。